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胡聊胡適、胡指、胡威，還有胡一金老師啊。今天三大指數集體收跌，滬指跌0.09%，深成指跌0.85%，創業板指數跌0.91%，科創綜合指數跌2.23%。這個滬指和深成指還有創業板跌幅不一樣啊，就說明滬指的主力國家隊又出力了。這出什麼力呢？也就是國家隊目前就是維穩，既不讓它漲得快，也不讓它下跌。我想這個監管部門良苦用心大家應該能理解啊。跌也不行，漲它又容易成為瘋牛，對吧？跌又不行，不想這個成績被抹殺，好不容易得來的這個4000多點不能丟失，所以這種矛盾的心理那麼顯然你不看都知道了，那個滬指那肯定是銀行什麼保險券商反彈，中字頭的這些股票恐怕在反彈，然後前期獲利盤漲得多的都在回調。所以這個市場也沒什麼好說的關鍵今天成交量放大了，現在將近3.3萬億這麼大的成交量，1600家上漲，3371家下跌。那對於滬指來說散戶又是贏了指數，輸了錢。今天對金融消費者來說不太友好有網友說看漲幅板那是牛市，看跌幅板那就是熊市，上證打醬油，個股關燈吃麵。看對指數不一定能賺錢，看錯指數也不一定能虧錢。這個行情就是電風扇轉得飛快，簡稱叫醬油拌麵行情。我看也差不多吧。不過說實話這兩天也有好消息經濟觀察報報道說證監會1號罰單，餘杭操縱股市5載，獲利逾億元，罰沒超10億。這個處罰決定書顯示餘杭這就是超級牛散坐莊餘杭通過控制67個證券賬戶，集中資金與持股優勢連續交易，對倒拉抬，非法獲利5.1億元。證監會依法沒收其全部違法所得，並處以等額罰款，就是沒一罰一，合計罰沒10.22億元。同時對其採取為期3年的證券市場進入及禁止交易措施。這是2026年開年第一個罰單那就是重拳出擊，5個億罰5個億，沒收5個億。你說這個叫餘杭的這個超級牛散圖什麼呢？褲衩子都賠掉了你賺5個億，5個億沒收，而且還得罰5個億，這不就是槓桿嗎？你賺的越多，罰的越多。就我有時候在想就這些人他不知道自己走在這個犯罪邊緣嗎？不知道自己你賺這麼多錢為什麼不走呢？他在裡面幹了5年5年賺了5個億但是咱們再一想這叫路徑依賴，對吧？他在這兒嘗到了甜頭，他能走嗎？他走去哪兒呢？難道去炒美股？去美國這個玩法不行只能在這兒他好不容易摸索出一套割韭菜的這個戰法，路徑依賴越賺越有甜頭，對吧？賺了5個億還不收手，結果呢到頭來一場空為別人做嫁衣，對吧？不僅把割的韭菜全數奉還，而且還得加倍，還得罰款。眼前無路想回頭身後有餘忘縮手，直到手被夾住這叫有命賺沒命花，對吧？你拿個鐮刀在前面割韭菜，人家在後面等着，差不多了，对吧？一网打盡。不過我還是覺得挺好的就應該這麼罰，沒毛病。就只有這麼罰這麼整才能才有可能出現所謂的牛市。那下一個目標誰呢？對吧？證監會的1號罰單給了這個餘杭。我看媒體報道這個叫餘杭操縱股市，罰沒10個億，雪球殺瘋了，封殺頂級游資余哥背鍋。這個雪球上面一個叫余哥的，也是大游資但是這個證監會罰的這個叫餘杭，此事一出市場傳得沸沸揚揚，紛紛劍指餘杭可能就是頂級游資96余哥。這就是他在雪球上的一個賬號名字他近期同樣熱衷於商業航天，甚至有股民認為周一商業航天又要調整了。大家之所以紛紛認為餘杭就是余哥，有幾個佐證：一是都姓余，畢竟
96於哥網上爆出的名字於月彤也無法求證，也沒有拿出身份證證明。第二個啊，這個於涵和這個96於哥啊都曾出現過博士眼鏡龍虎榜，就是有一只股票啊叫博士眼鏡啊。8月15日開市，於哥開始頻繁現身博士眼鏡。8月19日，於哥賣出8000多萬啊。總之啊，就是網上傳言啊，這個證監會1號罰單叫於涵的，很多人就說啊，這個是雪球那個裡面的一個大 V 叫96於哥，也是個超級牛散。當然了，這個96於哥不承認啊，他闢謠說，一是同姓被牽扯，說有人坐莊被罰，只是跟我同姓就牽扯到我，真的無語。二是於哥曾被於涵收割，當時炒 AI 眼鏡的時候，正巧在5板接力過，博士眼鏡被砸得稀里嘩啦的，高位接力被這於涵給收割了，最後還要给他背鍋，沒天理了。三是啊，说雪球殺瘋了，雪球一看到這個新聞出現了姓於的，也跟個韭菜似的把我雪球封了。這幫工作人員也是一點都不懂嘛。說第四是他認為其炒股風格靠的是自身對於股票的理解力賺錢，判斷對了能賺大錢，判斷錯了也會虧大錢，虧錢的時候慘不忍睹。然後這個於哥還說啊，他說1月份啊，這個月慘遭巨額回撤，說開年賺了將近30%，這個超級牛散啊，一周回撤34%， 1月份到目前為止淨虧5%，也就是證監會啊1號罰單這個於涵到底是不是雪球上那個超級牛散96於哥，這不得而知。但是啊，我覺得這個96於哥啊，你別管是不是那個於涵，你呀一樣的見好就收吧。你現在不是於涵，那未來的某一天你還會是於涵。你現在不是於涵，恐怕是因為你還沒有養肥，對吧？要看你獲利，如果你獲利就180萬的，那就算了。等到你对吧獲利幾個億的時候，不好意思，莫一罰一。所以說啊，證監會1號罰單罰了這個於涵，如果不是96於哥，那你應該僥倖，那趕緊收手還來得及，對吧？如果賺了點錢，那趕緊提桶跑路吧。如果也沒賺錢，那收手吧，對吧？鐵拳正在那等着你啊。好，說到這個96於哥啊，我們看每日經濟新聞報道，這個咱們有個周末說了啊，這個牛散陳小群，估計這個也夠嗆了啊，因為媒體啊已經開始聚焦這個陳小群。每日經濟新聞報道說，這個陳小群概念股的高位接盤者已被套牢，投資者控訴跟風陳小群概念股虧損，陳小群席位買入既是信號，高位接盤投資者已被套，律師發出警示。記者在社交平台發現不少投資者控訴跟進陳小群概念股後導致虧損，有投資者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正是看到網上對於陳小群分析和券商軟件標籤，跟着陳小群買了金風科技，但最終損失慘重。復盤金風科技近期的異動走勢，可以清晰地看到資金利用名牌效應进行诱多出貨的痕跡。記者注意到1月8日被市場及各大軟件視為陳小群席位的中國銀河證券大連黃河路營業部成為龍虎榜買方榜首，該席位單日一邊大手筆買入4.32億元，一邊賣出5300萬餘元，全天淨買入3.79億元。這一巨額買單向市場釋放強烈的陳小群建倉的信號。1月12日，龍虎榜數據再次加劇了市场的狂熱。中國銀河證券大連黃河路營業部在連續3個交易日內買入6.31億元，同時賣出1.69億元，相當於淨買入4.62億元。這進一步釋放了大佬重倉利空不跌是妖股的情緒，然而收割隨之而來。自1月13日起，金風科技股價畫風突變，早盤一度以跌停方式劇烈下挫。數據顯示1月13日至1月16日，金風科技股價累計下跌超過23%，因此社交平台出現不少質疑陳小群的聲音。當散戶在跌停板上絕望掙扎時，所謂的大佬正在悄然撤退。1月16日，龍虎榜數據顯示，中國银河證券大連黃河路證券營業部在1月14日至1月16日期間買入2.24億元，賣出8.17元，淨賣出將近6個億。對於1月13日、14日追高的散戶而言，如今已深陷套牢困境。針對這一現象，法律界人士發出了明確的警示。上海九成律師事務所主任許峰表示即便軟件標注的標籤屬實，也有可能會觸犯證券法第54條規定。當然，如果
標籤信息不實，可能觸犯證券法第56條規定。不管怎麼說啊，這個陳小群呢，现在可以說啊，處於高危狀態，獵人的獵槍已經對準了他，至於什麼時候扣動扳機啊，這個可不好說啊。你可以解釋啊，就像那個於涵一樣，他認為他沒有操縱股價，他沒有什麼關聯賬戶，什麼控制67個賬戶，你可以解釋啊，沒有用啊，因為對吧？那個規章制度都是人家列的，對吧？人家又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說你操縱，你就是操縱，對吧？沒有把你移送什麼公安，對吧？就不錯了啊。按理啊，這些還要移送公安呢，把所有的犯罪線索交到金針那裡，你這保不下坐個5年8年的牢啊。也就是沒有移送公安，已經放你一馬。所以接下來啊，這個陳小群等等吧，也就是說所謂的咱們天天看的那個牛散什麼游資，恐怕接下來一個一個的挨收拾。這早就說過了，這個地方不是給你割韭菜用的，這個是韭菜是國有資產，你這是在這竊取國有資產，這些大镰刀在這割完之後，对吧？再乘以2交給有關部門，你說這叫做着什麼事？不過我是支持的啊，應該力度要加大，不要摸1罰1，对吧？最好摸1罰3，然後再送他這個5年登縫紉機，開年出重拳，傳遞的是監管不鬆勁、不止步的鮮明態度。開年首張罰單的披露，以罰到痛處、進到根上的力度，印證了嚴監管，這個叫監管承諾。從近年來監管層開出天價罰單，到如今對於涵案的嚴厲處置，監管層始終保持高壓態勢，讓每一次違法操作都付出沉重代價，讓嚴肅市場紀律成為市場參與者的共識。這個拍掌叫好鼓掌稱快啊。那麼這個所謂的陳小群這個跟於涵可能不一樣，他這個後面弄得不好，恐怕是一個窩案，對吧？從這個龍虎榜交易席位到這個陳小群概念，再到這個宣傳，這個恐怕不是一個人所為啊。我們再看這個每日经济新聞報道，他說2025年 A 股实控人離婚分割近60億財富。據統計，2025年全年 A 股有12家上市公司實控人因離婚捲入股權分割，公告當日分割市值合計達到60億元，至年底增至63億元，其中怡遠通信分割市值最高達12億元。12家公司裡，多數通過和平協商分割期權股權，且實控人及前任均未減持股票，市場也未將其解讀為利空。專家分析，股權分割不一定會影響企業經營方式，實控人夫妻在利益回報上可能保持立場一致。這種股權分割離婚式股權分割，說白了就是為減持做準備，人家早有預謀不能到時候減持的時候你再離婚，來不及現在提前準備，对吧？什麼時候減持人家看情況，離婚式減持嘛，這就讓我想起了房地產火的時候是不是叫離婚式買房，結婚式買房，就是為了買房賣房，為了这個以前不是限購嘛，限购為了倒騰那個買房指標，買房的這個名額，又是離婚又是結婚，又是結婚又是離婚，假結婚假離婚，那都是房地產烈火噴油的時候。那現在呢一樣的假結婚假離婚這種減持，不管怎麼說都反映了這個咱們市場的扭曲這個市場出了問題。一個好企業，對吧？如果他是蒸蒸日上的，大股東是不會減持的，就像黃仁勳一樣，減持完了他就心疼，对吧？黃仁勳當年，对吧？那個英偉達市值才300億美元的時候，好像他減持了多少？他買那個奔馳轎車送給他父母，就是為了改善生活結果現在都在後悔說那是世界上最貴的奔馳。他減持的時候，英偉達才好像300億美元的市值，現在英偉達還是5萬億吧，或者6萬億，那漲了多少倍那如果我們對吧？這些實控人大股東變着法的，对吧？去減持，通過假離婚去減持，那只能說明他這個股票不值這個錢，他自己都不看好，趕緊套现。我們再看看胡锡進老師這個最近比較火的這個美國中產的斬殺線，還有這個勞 A 在國內是愈演愈烈是非常火，天天上熱搜。什麼原因咱們也說過了結果胡锡進老師可以說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為什麼呢？胡锡進老師居然因為勞 A 因為斬殺線上了熱搜。他怎麼上的熱搜呢？是因為胡锡進老師沒有評論美國的斬殺線，因為這個就是胡锡進沒有評論這個，所以他上了熱搜。大量的這個網友要求胡锡進指定胡
胡锡进要評論美國的斬殺線，要讓他表態，要讓他站隊。胡锡進老師寫了個微博啊，顯得很委屈啊。他說老胡今天莫名其妙上了熱搜，居然是因為我沒有就老 A 的事情單獨發表評論，一些人用這很反常向我施壓，還造了我家人信息的謠。其實關於斬殺線，我雖然沒有單獨發文章，但我記得我在有的文章中提及他，今天發的最新一篇文章也提到了。另外，我沒少批評美國糟糕的一面。關於老 A 怎麼說的留學生和陪讀媽媽，我沒有看過他的直播，不知道他的原話是什麼，但我正面評價改開以來出國留學大潮，主張國內各機構歡迎接納海歸的態度一直是很明確的。老胡一直主張網上的討論矛頭多朝外，少內部互掐，我的這個態度也是一貫的。順便說一下，網上傳我女兒在國外留學，我的妻子也曾出國陪讀，都是瞎說。我女兒只是在美國孔子學院工作過1年，她沒有留學經歷。我妻子出國陪讀之說，那就更荒唐了。那些傳我家人謠言的帖子全都在網上，我如果告他們造謠，應該是一告一個準，但我想想還是算了。作為網上公眾人物，我承受一些謠言恐怕是很難避免的代價。另外，传我女兒在國外留過學，对她也造成不了啥損害，因為留學本身是堂堂正正的事情。不過一些人指責我沒有就老 A 的事情發表單獨評論，向我施壓，我覺得這樣做很不好。說老胡評論漏掉過很多比較大的事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我覺得一些人可以反對老胡說什麼，批評老胡說的不對，但他們不能強迫老胡必須說什麼。不論是什麼原因，一個人在網上的沉默權應當是網上民主的底線。如果一些人連他人沉默都不允許，那實在太過了。胡锡进老師很冤枉啊，很委屈，就因為他沒有就這個斬殺線老 A 啊做個專門的評論，所以現在啊很多這個就是盤盘們呢要逼老胡表態站隊，就是你支持不支持老 A 說的，你支持不支持美國有斬殺線。胡锡进老師說啊，他承受一些謠言恐怕是很難避免的代價。我倒是覺得胡锡進老師這叫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他10年前種下的因吶，今天只不過是收穫了這個果而已。這些逼胡锡進老師表態、逼胡锡進老師站隊的人都是些什麼人呢？不都是10年前胡锡進老師的戰友嗎？對吧？10年前胡锡进老師指揮的這些人在網上滅這個滅那個，現在叫反噬。胡锡進居然妄談什麼啊？設想什麼網上民主的底線，他有權沉默。這個胡锡進老師完全就是啊，在賣萌啊！你怎麼可能有沉默的權利呢？对吧？你只有鼓掌的權利，鼓掌而且要響亮，要熱烈。你鼓掌的時長不夠，那都不对。這個胡锡進老師難道不知道嗎？這胡锡進老師居然他還想着有這個沉默權。你在朝鮮開會啊，你不鼓掌，你看看，對吧？斯大林開會，你要不鼓掌，你看看，你要第一個帶頭停止，你看看，立馬把他拖出去勸決。上個世紀，對吧？50、60年代或者60、70年代，你不參與運動，你看看，你不表態，你說我不表態，你不寫自我檢討，你不檢舉他人，你看一看，你說我保持沉默，你沉默得了嗎？都得互相檢舉揭發，对吧？就每一件事情都得表態，而且要明確表態，堅決擁護，堅決支持。你其他的表態那都是意味着要完蛋。這個胡锡進老師難道不知道嗎？胡锡進老師精心打造的，对吧？你把這些人都往這兒引，現在人家來了，如胡锡進老師所願啊，人家現在已經達到這個水平了，這不就是反噬嗎？這不是胡锡進老師想看到的嗎？所以我說啊，這些盤盘他們逼胡锡进老師表態站队，我覺得恰恰是胡锡进老師自己造成的，对吧？这些盘盘是什麼貨色，什麼原因？咱們在節目裡面反覆強調啊，就他們是同一群人，因為他就缺乏獨立思考，就談不上什麼邏輯啊，他們是思維方式特徵都是一樣的。然後呢，只不過是看誰去吸引他，把他凝聚起來，对吧？就是凝聚他的人，實際上就是一個粑粑，你只要搞個粑粑往那一放，這個蛆它就過來了，凝聚起來，它就是這麼個東西，對吧？但這個什麼吃瓜盟主出來的
的時候，這些人對吧，就扭到吃瓜盟主那兒。百年哥出來的時候，他去了百年哥那兒。現在老 A 出来，那就趕緊啊，对吧？如獲至寶，聚集在老 A 那兒。汉武帝的頭像，对吧？这個華清池那個楊貴妃的這個半裸的這個雕像，是數學天才少女江平，對吧？什麼少年書法家李明，甚至啊，連這個李亞鵬啊、慈善都是一群人啊。他們特徵就是沒有基本的判斷能力，也沒有什麼獨立思考能力。他需要的是別人煽動，哎，只要一煽動就行。至於他煽動之後成為紅衛兵，還是成為義和團，還是成為什麼，對吧？是道德的這個標兵，這個都不一定，就看誰去煽動。他就有這麼一群人，這一群人啊，說白了就是這夾頭教的信眾。所以歸根結底啊，還是胡锡進老師自己造的孽。現在逼胡锡進老師表態，這還是算輕的啊，以後還有更嚴重的。胡锡進老師後來又發了一個微博啊，說啊，老胡考慮改名老虎，牢房的牢啊，老 A 的牢啊。他同時問一句，老虎不談老 A， 其實也不是不談，而是沒專門談，在沉默權。如果某名人說了錯話不道歉的沉默權是一回事嗎？一些人說是一回事，那就是一回事啦，只要他們高興。也就深深的表現出胡锡进老師的无奈啊，也就是他对自己煽動起來這些人呢，他也沒辦法了，因為他已經被這個高速的這種漩渦啊，他已經被甩到這個之外去了。我也沒看過什麼老 A 的直播啊，我在網上也是看這個很多網友的轉述評論什麼的。這個老 A 現在啊，對所有的這個留學群體以及他的家人進行污名化，什麼留學生這女孩啊，那都叫什麼三通一達，這些陪讀媽媽好像也在那兒就是開始就是亂吧，哎，不跟白人玩的黑人，黑人玩的這個墨西哥人，總之啊，這個老 A 把所有的出國的群體統一的啊標籤化、污名化。所以有網友就說，胡锡進老師啊，你女兒不是在美國留學嗎？你媳婦不也是在美國陪讀嗎？那是不是也三通一達了啊？這個把胡锡进老師氣的。所以我來說一說啊，首先老 A 這種對所有的留學群體以及他家人污名化，這個大家都知道啊，對錯公道自在人心啊，這他一定會為此付出代價。而且我很奇怪啊，國內的法律怎麼能這樣呢？就容忍這麼一個人就肆意的抹黑一個特定的群體？你說有個別人是這樣，這肯定正常，但是你要抹黑整個群體，這個首先這是第一個態度啊。第二個呢，實際上我覺得挺好的，老 A 啊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對所有的留學群體這麼污蔑，首先煽的是誰呢？對吧？你說這個留學群體最多的是誰啊？對吧？那都是有身份有地位，都是當官的最多，富豪，对吧？那個布鞋首富女兒從小就到美國上學了，对吧？還專門有人去陪讀。我想起了啊，去年是不是啊？這些盤判在布鞋首富那還感動呢，對吧？這是去年還說布鞋首富是大女主，对吧？這布鞋這個也是啊，愛國企業家。今天反過來污蔑他啊，說他，對吧？你看按照他這個敘事邏輯，那不就是這些人在國外那都是三通一達嗎？就是這些老 A 這種人啊，就這種盤判，他們一旦瘋起來，根本就不管，他沒有邏輯性，他也沒有什麼分清敵我啊，沒有。所以你看，按照這個老 A 的這個說法，那他的教主啊，加德老師是第一個要倒霉的。按理来說，他們應該讓加德老師出來說話，因為加德老師兒子在美國啊，对吧？就不說加德老師在美國的小房子了，加德老師兒子，加德老師啊，他們都在國外，親戚都在國外，那個有沒有三通一達，對吧？教主教母，對吧？這個教母有沒有三通一達？那應該這個應該是老 A 他們最關心的，對吧？這火一旦燒起來，誰知道燒到誰啊？放火的人就是加德老師，对吧？點這個火的就是加德老師，但是過了幾年之後，這火回頭燒的就是他，你這不就是反噬嗎？所以第一個啊，就是所以說老 A 聊這些什麼三通一達，什麼抹黑整個群體，實際上最終啊反噬的就是他們自己。第二個呢，你看啊，我經常在網上刷到一些，哎，說我在美國，對吧？我在英國的一些男的女的留學生，實際上他們是全部是正能量，對吧？天天在国外說這個，哎，這地方多差，哎，对吧？還是我和我的祖國啊，一刻也不能分離。大家看到吧？很多就是身在國外的這些，在牆外的這些正能量，他們很多都是留學生啊。這下好了，老 A 直接給他們貼了個標籤，三通一達。你看，對吧？這不是內部開始殺起來了嗎？他們不分敵我的啊。那些很多所謂的正能量這些博主，他不都是在國外混的嗎？很多現在還在國外啊。现在老 A 說他們三通一達，我估計啊，胡锡進老師他為什麼不談這個事呢？首先他應該不支持老 A 和基本盤的這個搞法，對吧？胡锡進在他的回復裡面也表態了。作為一個正常人啊，其實就應該看這些盤判們他們互相廝殺。只能說老 A 啊很精明，終於找到了一個安全的賽道，既能愛國又弘揚正能量，最主要是安全，至少當下很安全啊。有關部門想封殺他還沒法封殺，而且你看啊，喉舌什麼《農民日報》
工人日報、什麼人民日報都在支持这个老 A 什么斩杀线。我在想啊，有关部门应该觉察到一丝异样了，不能任由老 A 这么胡作非为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到时候会拿什么借口啊把他封杀。封杀那个吃瓜盟主，说他是里通外国，给国外分裂势力递刀子。封杀老 A 呢？不知道啊，反正我估计是肯定要封杀的，但是以什么理由还没想好。为什么呢？因为你想那些监管的那些人，他们子女的孩子正在国外留学啊，对吧？如果任由他这么胡勒勒，那这些人他怎么解释啊？所以说来说去啊，这些都是胡锡进老师自己啊自找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